8星4，我係 Jackie。我係 Cardia。上集講咗10天干喺丙午年嘅運程，今集就講下12生肖喺丙午年利用啲咩嚟改善自身嘅能量。好啊，我哋呢一集咧就講下每一個生肖應該帶啲乜嘢生肖嘅飾物，又或者咩顏色嘅首飾，而嚟調和佢五行嘅氣場，同埋增加運氣嘅。好啊，Cardia，你首先講下屬鼠嘅朋友喺今年應該配置啲乜嘢飾物對佢比較有利啦。好啊，首先我哋睇下塊板。丙午年火氣旺盛，鼠係子水，水火之間一定存在相克。如何佩戴可以調和氣場，平衡下能量？屬鼠嘅朋友就要佩戴牛、猴或者係龍嘅飾物，以合化沖，有助於減低水火嘅相克。配牛形嘅飾物就好，子丑係六合，穩定同埋踏實。配猴或者龍形嘅飾品就申子辰三合，可以帶嚟貴人運同埋增加頭腦嘅靈活。顏色方面就着多啲金色或者土色嘅衫褲，亦可以佩戴金屬飾品，譬如銀色啊或者係白金。如果中意戴晶石嘅人，可以佩戴黃玉、茶晶嘅首飾，分享俾大家知。好啊，如果你有咩意見或者問題嘅，可以喺留言板留言或者私聊俾我哋，我哋會盡快回覆你哋嘅問題㗎。記得 share 我哋嘅影片，訂閱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